喂，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咪波氣功嘅時間。嗱，呢個星期日，尤其係星期日嘅時間咧，就發生咗好多事。咁其實好多人好多事都值得屌嘅，包括係黃大仙嘅黃景華呢個所謂嘅指集嘅退休戰啦。咁啊，因為佢嘅差劣嘅演出咧，就足以令到黃大仙而家身陷險境嘛。隨時你嘅告別戰就變咗黃大仙港超嘅告別戰啦。不過算啦，見你退休唔撚邊你意思啊？我都係講另外一個撚樣先。嗰個撚樣叫伍健，咁係傑志嘅會長兼總教練。咁點解屌柒佢咧？因為咧最近佢新寫咗篇文章啊，叫做爭千秋而不爭朝夕啊。咁啊呢篇嘢咧就喺我撐本地波入邊嘅專欄輪住嚟咧就發表咗嘅。咁呢篇嘢咧就我相信咧係伍健寫咁多鳩文入邊最撚鳩嗰篇嚟。咁所以咧就藉住呢個機會咧就同大家分享下呢篇文究竟鳩嘅程度去到邊個程度啦。咁首先嚟講咧頭兩段咧我特登唔講住嘅，因為呢頭嗰兩段就係精華所在。咁咧尾嗰三段咧就係喺度標榜就係話因為喺聯賽最近一場聯賽主場4-2擊敗香港飛馬嘅時間啦，咁就阿羅子俊同埋鄭展龍兩個青訓球員啦，一個就第一次打足90分鐘，一個咧就後備上陣有波入，於是咧就喺度大吹特吹啦。喂，屌你老味！夢想進期嗰幾個僆仔場場打足90分鐘，咪寫夠24場？屌你老味！黎諾賢入波嗰場佢都未撚寫啦，你知咩叫厚顏無恥啊？伍健，屌你老味！流浪嗰啲搞青訓搞10幾年，咁未好意思講啦，真係厚顏無恥到不得了。即係你最近係咁寫青訓為乜撚嘢咧？係咪先？今季你冇咗個聯賽冠軍，於是乎你就攞青訓嚟打飛機啊！你係咪好擔心你暑假嗰個訓練課程入邊拍烏蠅啊？拍烏蠅係梗啦，屌你老味！你用撚完啲青訓，你係攞嚟瞓啫嘛，你唔撚用咁嘛柒咯！你試下呢一場波，假設東方之前嗰晚唔係贏咗南灣説話，你敢用呢兩個僆仔笨柒？屌你老味！呢樣嘢都未撚掌慶，掌慶嗰樣嘢就喺第一段嗰度有一句説話：爭千秋而不爭朝夕。屌你老味！你組軍嘅方式擺到明係爭朝夕啦。如果唔係近呢幾年入咁多入籍兵，係記住啊，係冇資格打亞洲賽入籍兵嚟把撚咩？大佬好簡單，即係呢樣嘢係你組軍上嘅短視，其實已經係表露無遺㗎啦。根本你就冇諗過計劃喺亞洲賽，你講乜嘢不爭？講乜撚嘢不爭千秋啊！你有乜撚嘢資格講啊？你淨係着眼啲眼前嘅利益啫嘛，碌撚！屌你老味！講你真係掌慶嗰樣嘢就係咩咧？最好笑啦！有一句説話真係我要真係讀出嚟，這應該是傑志的氣度，也是一個青訓工作者應有的態度。氣度？你有乜嘢資格講啊？前季銀牌賽，廖國民吹少一個紅牌，你啊寫篇咩嚟屌柒佢，叫佢停咗2個月賽。你又唔屌查曾志豪烈斯有喺度犯錯，屌你個老味，傻撚咗啊？唔撚記得咗啊？所以咧，我覺得即係伍健呢一樣嘢咧，係累到傑志有報應嘅。嗱，新鮮滾熱辣啦！咁啊，聽日嘅時間，傑志作客亞協杯卡亞，原本咧就打夜晚嘅7點半，咁咧結果提早到3點。咁點解我話報應咧？咪你老哥上季係咁調賽程咯，撲你個街！我話俾你知啊，你嘅報應有撚排還啊！